你以為 FaceTime 見到樣聽到聲就係真？最近香港出現咗好多 AI 換面嘅詐騙，騙徒唔單止偷你個 WhatsApp 啦，仲會用 AI 複製你個樣聲，直接打 FaceTime 俾你個屋企人借錢啊！最恐怖嘅係，騙徒只要喺網上攞到你3秒鐘嘅片或者錄音，佢就可以100% 複製到你嘅語氣。你諗下，如果有一日你阿媽 FaceTime 話你聽佢出咗事要錢，你見到佢個樣，聽到佢把聲，你係咪會即刻轉賬？唔想屋企人中招，今日教大家3招簡單保命法。第一，設定家庭暗號，同屋企人約定一個只有你先知嘅冷門答案，例如我哋第一隻養嘅狗叫咩名啦 ，AI 就算識換面都未必答到呢啲私隱問題啊。第二，叫佢轉側塊面，又或者摸下個鼻。依家嘅 AI 換面技術，如果側面大角度移動或者右手遮住面部嗰陣，畫面邊緣會出現模糊或者會有閃爍，即刻就穿崩啦。第三，收咗線再打翻去，無論對方講到幾急，記得先收線，再親自打翻俾各位親友確認。記住轉賬前一定要多重認證啊！理財唔單止要賺錢，守住個戶口先至係真專業。想知道最新嘅防騙清單或者點樣加強手機嘅保安，留言防騙，我 send 份攻略俾你，一齊守住血汗錢。